希特拉成為咗軍隊總司令，佢終於擁有絕對權力，所有士兵都必須宣誓效忠，元首我哋嘅領袖，德國人民嘅領袖阿道夫希特拉。希特拉出席拜魯特音樂節，仲欣賞自己最中意嘅作曲家華格納嘅作品。曾經喺希特拉落魄嘅時候幫過佢嘅華格納新抱雲尼菲華格納，而家迎接德國嘅統治者。希特拉可以回顧自己走過嘅路。佢已經實現咗年輕時嘅瘋狂夢想，就係化身成佢最中意嘅華格納歌劇英雄黎恩濟，並為拯救崇拜佢嘅人獻出生命。而家佢就好似另一出歌劇齊格菲嘅角色。佢喺將佢塑造成無可匹敵，但而家已經冇能力再控制佢嘅人陪同下，航行到北海追尋佢嘅夢想。但呢個時候嘅佢已經變成好似傳說中由泥造成嘅魔像咁。希特拉會將威瑪共和國嘅政績據為己有。譬如將著名嘅高速公路當成納粹嘅政績嚟四處炫耀，跟住佢會通過紐倫堡種族法，佢會喺水晶之夜將大量嘅猶太教堂燒成灰燼，為有組織嘅大屠殺揭開序幕。佢會違反凡爾賽條約，重新佔領1919年劃定嘅非軍事區。英法兩國對呢件事都冇任何反應。兩國嘅弱勢令墨索里尼開始向希特拉靠攏，容許佢吞併奧地利，令希特拉向將所有德語地區統一成大德意志帝國嘅目標邁進一大步。佢仲會介入血腥嘅西班牙內戰，派出轟炸機向格爾尼卡嘅居民進行地毯式轟炸，以確保佛朗哥嘅法西斯勢力戰勝共和黨，取得政權。佢夢想擁有一隊可以同拿破崙軍隊媲美嘅精兵。佢要帶領呢隊軍隊進攻莫斯科，但同時佢又宣稱自己渴望和平。我哋期望嘅成立統一嘅帝國，為此你哋必須做好準備。我哋希望民眾都服從我哋，而你哋必須做到呢一點。我哋希望人民都熱愛和平同勇敢。但係只有和平，先至可以令大家變得勇敢。喺誇張嘅演講同浮誇嘅遊行嘅雙重轟炸之下，德國人逐漸忘記現實。等德國準備好之後，頑固殘暴嘅希特拉會帶住德國同全世界進入黑夜，一個由5000萬亡靈駐守嘅漫漫長夜。